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针对着战斗机的意外，向飞官的家属来致敬。另外，苏院长带头做这个新冠病毒的预防射，但是这个过程拢无公开，都有人质疑讲这做假射。苏贞昌来回应讲，若是有遐尼侪医师甲护理师，甲伊做伙来造假，那呢后摆食甲看病的。 两台 F-15战斗机发生小A坠海意外，行政院长苏贞昌下令全力找失联飞官，嘛要求查明原因。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、感谢和不舍，并且向家属致敬。引起关心的要进一天，苏贞昌带头做 AG 的预防射，因为过程无公开，被质疑讲是假的。外关心讲，伊做了第二天身体状况安怎？好好的。 我很诚意、勇敢地率先施打疫苗。你可以因为各种理由质疑唱衰，但对昨天施打疫苗还要讲作假，那就是有那么多的医生护士跟我一起作假，那这样以后谁还敢看病？另外，针对天公伯无落雨，苏贞昌呼吁用水的大户要节约用水。今天这个大旱。 是历史上最干旱的一次。如果以过去的条件，那早都已经限水了。这个情形都要做最坏的准备了。如果要公5停2的这个部分，相关的细节也是在会上要详细讨论哈。若是阁无落雨，经济部嘛咧研究采取送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，部长啊，大家做好上歹准备。